每一桌客人都会点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客家菜。很类似3杯的做法，麻油爆香新香料之后，鸡肉入锅，再加入酱油、米酒和糖调味，等待收汁入味。这道番薯鸡把蒸熟的地瓜铺在盘底，加上香气四溢的鸡肉，再以川七点缀，色香味俱全。客家小炒用澎湖盛产的小卷干，嚼劲和香气不输鱿鱼。从苗栗到澎湖创业的詹雅棉，多年来慢慢尝试拿在地的食材做客家菜，凤梨酱下去蒸的。海鲜做成客家口味，希望在澎湖有卖点。无奈多年前开客家餐厅，只营运短短1年。我在高雄这么风光的人，竟然会到澎湖来这样子，觉得很丢脸。哦，那当时我就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志力，我就说，我怎么在哪里失败，我就要在哪里成功。来，简小姐，请你们吃。这是那个客家小炒，这是番薯鸡。小火锅店是女儿的建议，詹雅棉相信不放弃就有机会。也做过姜母鸭、羊肉炉，和儿子做旅行社的詹雅棉，从负债几百万翻身，明年将有自己的民宿。集团式事业是他的梦想，吃喝玩乐一条边。失败无相关，做得做经验。失败没关系，可以做经验，做得做经验。做餐饮口味重要，卫生安全更要把关。用鸡骨熬的高汤，不加人工添加料，不用味精，当成自己吃的，才端上桌给客人。非常的鲜甜，然后喝得出来是下去熬的。它的青菜跟配料比较丰富，一般的话不会就是这么实在。也用实在的态度处理各种难题。客家妈妈澎湖创业，展现越挫越勇的韧性。上课喽！失败无相干，做得做经验。失败无相干，做得做经验。谢谢宗仪老师。